又搁有中国渔船走入来咱的禁止水域。拜三下晡的是，咱的海巡署去庇护七米、鸟树，搁有草树附近，甲7只中国渔船赶走。不过因为风影上大，无法度上因的船检查，所以就开广播、下水炮来甲因赶走。发现大陆渔船，目前准备进行广播驱离，因海象不佳，本艇实施广播驱离。海涌有3、4米悬，一直向咱国海巡署的舰艇拍过来。就算海顶天气歹，毋过甲镜头扭换一个看，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仔还阁拖渔网仔咧航行，长头白日下过界，走入来咱国禁止水域。20下晡，海巡署派舰队驱离，发现渔船仔还阁超工甲船名做掉。捕船名，该船为闽叉鱼叉号。20下晡，台北海巡队闽东南甲10087顺风艇执行福影专案，为了扫荡勤务。以雷达精索可疑的目标，20下晡3点开始，发现伫偏湖7米、南平10海里附近的海域，有5只甲船名做掉，或者是无船名的船仔。也若伫草树南平2.8海里附近的海域，嘛发现2只。除了淡水雷达管，还阁以水炮甲伊驱离。当时皆因海象不佳，有安全顾虑，无法登检，随即实施广播、水炮及鸣笛方式驱离陆船。向外驶离，避免大陆渔船入侵作业。最近中国渔船下过界受到外界关注，海巡署金马评分署表示，会继续徛伫个无回避、无退缩、坚定执法的立场，来维护国家海域的安全，确保海域的治安，保障咱国渔民掠鱼仔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